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黎生頻道。今日 topic 節目，我係 Charlie，你亦都係叫我黎生。我而家同大家匯報2025年6月份萬錦嘅市場狀況啊。嗱，好快脆一個月就過去啦。記得5月份嘅時候呢，萬錦嘅三房鎮屋升得好緊要喎，升到2.8嘅其實啊。四房嘅獨立屋亦都有升㗎嚇，係0.4% 啊升咗。咁啊6月份又點啊？嗱，好多朋友呢第一次係睇我呢個市場分析節目嘅。嗱，有啲朋友唔知道咧，我喺分析萬錦市場嘅時候咧，係分析特定嘅具體房型嘅，並唔係廣泛嘅泛泛而談嘅，並唔係咧全部房型一起分析嘅，咁咧會嘥好多時間啊。所以咧，我同樣咧只會分析三房單車庫嘅 freehold townhouse 同埋四房雙車庫嘅 single house。好，繼續我哋嚟睇下6月份嘅情況啊。三房單車庫 freehold townhouse 一直到6月30號為止，整個萬錦上市嘅總數係86間屋，唔多喎。5月份咧係94間屋，咁啊當然啦，6月份嘅呢個86間屋咧，其中咧好多咧係4月、5月累積落嚟嘅。咁啊睇下6月份一共賣出幾多間屋先，係15間啊。5月份賣出嘅亦都係15間，成交量咧係一樣嘅。4月份賣出嘅係16間。咁呢3個月咧都係差唔多啦嚇。6月份賣出呢15間屋咧，主要分佈喺 Victoria Square、Unionville、Wisma、Greensboro 同埋 Cornwall。但方曉嗰邊咧就冇三房 freehold townhouse 賣出啦。我哋睇下呢個中間價，中間賣出價係11008,800，喺市場平均時間咧係24日。對比上個月就係5月份嘅中間價115萬，下降咗4.27%，咦，好犀利喎！4.27好多噶咯喎，諗唔到6月份咧比5月份咧嗰個房價下降得咁緊要啊！4.27算多噶啦。睇睇最低價，最低賣出價86萬，咪對比5月份嘅90萬5咧，係下降咗6.01%，亦都好多喎，下降得啊！咁啊，通常咧呢種最低價嘅屋咧個狀態咧係最差噶啦。咁呢種最低賣出價嘅屋咧，只能夠做參考嘅啫嚇，唔能夠做直接對比嘅。就好似最高價嘅屋一樣啦，係唔能夠用嚟直接做對比嘅。如果唔係咧，你嘅市場分析價咧就唔準確噶啦嚇。睇睇最高賣出價，最高賣出價係130萬03,888蚊8毫8，咁多八嘅。咁啊，對比5月份最高賣出價131萬咧，下降咗0.47%，下降幅度好細，可以忽略不計。咁咧，我哋睇睇呢個最高賣出價130萬03,888蚊8毫8，呢間屋係點先啊？嗱，呢間屋咧喺 South Universe 社區，個 lot 咧係18.08乘以109.19 feet， 呢個 frontage 好細啊。嗱，2樓係3間房2個浴室。Basement 已經有裝修啦，而且係 walk out 嘅。Basement 有個臥室，冇廚房。嗱，呢間屋咧係2017年起嘅，好新淨。面積係2032尺，單車庫 ，driveway 可以停2部車。睇睇呢個圖片。嗱，呢間屋個外形唔好睇啊，唔係傳統嘅造型。大門前邊乜都冇，利用率好低。佢個車庫喺後邊嘅。嗱，基本上咧車庫喺後邊咧都唔係好噶啦。大門入嚟後上3部樓級去 living room， 呢個位置嘅入口好窄，唔好。嗱，因為新屋啦，地板係 engineer hardwood， 司令應該係9尺嘅。而家新嘅屋咧大多數都係9尺嘅司令噶啦。living room 嘅面積唔細噶嚇 ，living room 同 dining room 唔係連通嘅，中間有 powder room 隔開。入嚟呢度就係 dining room 啦。嗱，呢個 dining room 都唔細㗎，面積都比較適中，比較容易擺放家私嘅。engineer hardwood 一直鋪到 dining room 呢度，再行入去就係 in kitchen 同埋廚房啦。廚房位置好好，面積亦都比較適中，有個好大嘅窗，好明亮。廚房嘅明亮係好重要㗎嚇。嗱，呢個 island 有啲細，櫥櫃材料好差，即係壓塑板。好睇唔好用。in kitchen 嘅面積比較寬敞，始終有2000尺嘅屋啊，入邊嘅空間比較寬敞嘅。2樓個主人房面積亦都比較大，但係長方形，
大門喺中間嘅位置，咁樣 layout 唔好。主人房浴室嘅裝修材料都好 basic 嘅 ，countertop 係刨花板，底座亦都係壓塑板，只有一個裝修好簡單嘅站立式 shower。呢個應該係第二個房間啦，只能夠擺一張單人床加兩邊細嘅床頭櫃，就冇其他地方啦。面積好細。嗱，呢個係第三個房間，面積同第二個房間基本上一樣嘅。公共浴室嘅裝修亦都係好簡單嗰種，地下室係 walk out 嘅，有裝修，面積都唔細嘅，有一個好大嘅房間。呢個浴室嘅裝修比二樓嘅浴室裝修要好喎。呢個後院全部硬化咗啦，而且係開放式嘅，你可以將車開入嚟停喺後院，同 driveway 一起停兩部車。但呢個係後院嚟㗎嚇，唔係 driveway 啊。所以佢喺 MLS 描述嘅時候呢，就唔應該講 driveway 可以停兩部車嘅。呢個係有意誤導消費者，可以投訴呢個 listing agent 㗎。因為你個後院係唔係用嚟停車㗎？嗱，所以呢間屋呢，130萬買落嚟呢，係買貴咗㗎啦，而且仲要搶 offer 添，唔怪得買貴咗啦。好，而家去睇下最低價86萬嗰間屋。我要睇睇依家賣緊86萬，仲能夠買啲咩屋啊？嗱，呢間屋咧喺 Cornell 係3層嘅，個 lot 個尺寸用米，好鬼煩啊！唔識得點運算啊！3個卧室只有1個浴室，唔係嘛？新屋都有3個卧室1個浴室，咁樣個屋仲要賣到咁貴？地下室已經裝修啦，3層嘅屋咧，地下室一般都好細㗎啦。呢間屋係2005年嘅，亦都係20年嘅屋，咁啊唔夠啊！1480尺 ，driveway 可以停兩部車。睇睇個圖片，呢種外形嘅屋咧，唔係傳統嘅造型啦。大門前嘅馬路應該係 bull oak， 好嘈喎。屋嘅後邊係車庫同埋 driveway， 冇前後花園。呢個咁嘅造型好差，後邊冇單獨個門入屋啊！每次都要開車門後，要通過個車庫後再入屋嘅，咁所以咧，你個車庫就唔能夠停車啦。如果唔係，你停到車入邊咧，你根本行唔到入去。所以咧，你一係要行前面嗰個大門入屋啦，好唔方便。咁樣個屋都要86萬，唔平喎。睇睇入邊，嗱，呢個大門入嚟後嘅呢邊窿個位置好細啊。後邊呢條樓梯咧係上2樓同埋落 basement 嘅。嗱，呢個上嚟2樓後嘅 dining room 同埋 family room 好窄喎。嗱，呢個圖咧就可以睇到 dining room 同埋 family room 嘅全貌啦。中間係樓梯同埋 powder room。樓梯嘅另外一邊係廚房，廚房亦都好細啊，亦都係長方形。廚房係新裝修過嘅，但材料屬於一般水平。廚房外邊有一個走出式嘅小露台。Island 嘅位置佔滿咗一個通道。呢個係3樓嘅主人房，個地氈好舊啊，面積比較細，啱啱好放張 queen size 嘅大床加兩邊好細嘅床頭櫃。主人房入邊冇浴室。呢個第二個房間，面積亦都好細，只能夠放張 double size 嘅床。呢個細房間只能夠放張單人床啊。但至少床尾個位置都仲有一定嘅寬度嘅通道嘅。嗱，呢個係3個房間共用嘅浴室，有新裝修，但面積亦都好細。呢個 basement 好細，只能夠做一個健身房。呢間屋86萬有啲貴喎，83萬差唔多。好，睇睇最重要嘅交易金額最頻繁嘅中間價。1100888嘅屋，我要揾一個最接近呢個價格嘅屋先。啱好呢度啱啱賣出咗一個1100888嘅屋喺 Victoria Square， 呢個係新區嚟㗎嚇，呢個全部屋都係新嘅。個 lot 係21.98乘以47.57 feet， 3層。而家新嘅 townhouse 咧，大部分都係3層㗎啦，3房2浴室。basement未裝修，呢間屋應該係樓花轉讓嘅，因為仲未有 final closing啊。面積係1777尺，
driveway 可以停2部車，睇睇圖片，又係嗰啲新嘅奇奇怪怪嘅造型啊！我就最唔中意呢種造型同埋 layout 啦。門前嘅 driveway 咧，你仲要出錢自己去鋪㗎嚇，而且呢個 driveway 咧能唔能夠停2部車都值得懷疑啊！頭先佢喺 MLS 上面講，佢描述話可以停2部車喎，所以咧唔好只係睇呢個數據啊，經常唔準確嘅。從大門入嚟，嗱呢度咧有車庫入屋嘅門啦，然後從呢個樓梯上2樓同埋 basement 嘅，咁樣睇咧就好似頭先睇嗰個86萬嗰個 Cornell 嗰間屋喎，嗰個 layout 喎。啊，先睇個 basement 冇裝修，面積好細，入邊嘅設備都好新嘅，冇咩可以睇啊。上2樓就係廚房啦。頭先86萬嗰間屋咧，2樓又係廚房啊。呢個廚房寬敞多啦，裝修嘅材料亦都係 builder 提供嘅，都係 basic 嘅。電器亦都全新嘅。嗱，依家 builder 咧唔會提供電器嘅，全部電器都要自己另外自己買嘅。Family room 係喺轉彎角呢一邊，呢度有一個可以直接走出露台嘅門。嗱，咁嘅呢間唔係幾好㗎嚇。3個房間都喺3樓，呢個係主人房，面積唔算大。呢個主人房嘅浴室，馬桶喺升嘅呢一邊，站立式收圍喺對面。咁樣嘅 layout 係因為面積細先至咁設計嘅。呢個第2個房間其實可以擺一張 queen size 嘅床。房間嘅另外一面有一棟門可以走出露台嘅。呢個第3個房間，細房間，只能夠放一張單人床。呢個係2個臥室共用嘅浴室，裝修材料亦都好基本嘅。呢種浴缸咧好平嘅啫。呢間屋110萬，我覺得 seller 應該冇乜錢賺，應該可能仲會蝕啲添啊！但係講老實啦，如果110萬，如果你係可以接受20年左右房齡嘅話咧，成個 layout 會比呢個好得多啦。好，接落嚟睇睇萬錦4個房雙車庫獨立屋，一直到6月30號，成個萬錦上市嘅數量總共係259間屋，5月份係281間屋。嗱，比5月份咧少好多喎，係撤咗落嚟咧，定係賣出咗去啊？嗱，我哋睇睇6月份賣出嘅屋嘅數量就知啦，係77間屋，5月份係48間屋。嗱，即係證明6月份嘅成交量咧就比5月份咧要多好多喎。分佈咧比較平均，每個區都有。我哋睇下賣出嘅中間價，賣出中間價157萬7千。喺市場上嘅平均時間24日，對比5月份嘅中間價163萬6500咧，下降咗3.64%。嗱，呢個下降嘅幅度咧唔算特別大，但係都唔算細㗎，所以唔能夠輕視啊。睇睇最低賣出價，最低賣出價116萬8千。嗱，頭先講過啦，通常最低賣出價嘅屋咧都係好差嘅屋㗎啦。咁啊，對比5月份最低賣出價係118萬咧，下降咗1.02%。嗱，下降嘅幅度好細，可以忽略不計啦。最高賣出價295萬，對比5月份最高賣出價299萬8千，下降1.6%。咁啊，都唔係好犀利啫嚇，下降得啊。咁啊，但係大家睇到咧，無論係中間價、最低價同埋最高價都有下降啦。咁咧都還好，就算中間價咧都唔會下降得好多嚇，就唔似好多謠言講萬錦嘅房價崩潰啦啊！咁啊冇崩潰，嗱，下降幅度都唔係好大啫嚇，就所以咧就唔好以為咧就可以隨便斬價、隨便執漏啊。4房嘅獨立屋我就唔分析最高價嘅屋同埋最低價嘅屋啦，因為咧我主要睇中間價嘅。你最高價同埋最低價只係參考嘅啫，唔能夠用嚟直接對比嘅。所以我哋嚟睇睇賣出中間價個屋係點啊？首先睇下中間價157萬7千嘅屋喺邊度先？喺 Barton Village 社區，喺16街夾 Woodbine Avenue。佢個 lot 係40.03乘109.91 feet。咁啊，2樓咧4個房咧就只有得2個浴室咋，地下室已裝修。呢間屋咧係1988年起嘅，有37年嘅房齡㗎啦嚇。
面積係1998尺，唔夠2000尺啊。driveway 可以停4部車。咁啊，睇睇呢間屋嘅圖片。呢間屋外形咧係傳統嘅造型，咁門前嘅 porch 封起上嚟啦。大門入嚟後嘅 foyer 位置唔夠寬敞，然後入嚟就係 living room。呢個 living room 係長方形，好難擺放家私啊。旁邊係 dining room， 再入嚟係 family room。嗱，呢個 family room 亦都係長方形，亦都係好難擺放家私嘅。嗱，佢嘅對面咧就係廚房啦。廚房唔係新裝修㗎，唔好俾啲圖片欺騙啊！嗱，呢個廚房同埋成間屋咧都係5年前裝修㗎。咁呢個廚房嘅位置唔好，面積好細。嗱，重要嘅係咧，佢將靠牆嘅呢一邊咧，一直將廚櫃做到個窗邊。嗱，呢啲咧大部分咧都係華人嘅習慣做法嚟㗎。唔單止難睇啊，更加咧將原本已經好細嘅以前 kitchen 嘅，依家變得更加細啦。只能夠擺張小學生做功課嘅細台啊，好難睇。呢度咧要扣好多分啊！廚房嘅裝修材料嘅檔次亦都好一般，呢個地板嘅材料咧亦都好一般啊。powder room好細，上嚟2樓樓梯間中間呢個窗咧好細啊，好小氣啊。呢個2樓嘅主人房面積唔算大，地板亦都係唔係新鋪嘅嚇，都係舊嘅。主人房嘅浴室亦都好細，一個星同埋站立式收喺一邊，另外一邊咧係浴缸同埋馬桶。呢個浴缸亦都係原裝好舊噶啦。呢個係第二個房間，只能夠放一張 double size 嘅床。依家呢個係單人床，呢個係另一個角度拍嘅。呢個第3個房間，只能夠靠牆角落咧放一張單人床啊。嗱，呢間屋咧係4尖8角㗎。呢個 layout 好差。嗱，呢個係從另一個角度拍嘅。嗱，呢個第4個房間同樣係3尖8角啊，亦都只能夠放張 double size 嘅床。嗱，呢個亦都係另一個角度拍嘅。嗱，呢個係3個房間共用嘅浴室，好細啊。地下室已經裝修啦，裝修得 OK 嘅。娛樂大廳嘅面積亦都唔算細。有個房間，但係冇窗，有個浴室。後院嘅 deck 比較大，比較新。嗱，旁邊呢度咧有個分門。嗱，呢間屋咧係37年嘅樓齡啦，講新唔新，講舊唔舊啊嚇。但係咧只有1998尺嘅啫，2000尺都未到啊！咁細嘅4房獨立屋，用1577000買落嚟，有啲貴咯。買賣雙方都係華人嚟嘅。嗱，呢間屋咧市場價其實咧係155萬以下嘅。好，6月份萬錦市場報告就先到此為止。下一集係 Richmond Hill 3房鎮屋同埋4房嘅獨立屋，請繼續關注。多謝大家，我哋下一集見，拜拜。